再来看总统赖清德，真侪届讲到讲国防预算就要达到占 GDP 3%以上。国防部按算9月要来提出特别预算，传出讲有将近700亿。陆海空三军嘛拢有采购的计划。国防部的副部长毕鸿辉今仔是强调讲，会照地缘的威胁甲实际需要来编预算，目前是搁在作业中。台海无平静，国防部第12日发布侦测强击14台次，其中飞过海峡中线正立北部、西南加东部空气8台次，高结合强舰5台，指挥了台。国军为着要反制中共的军事扩张，达到总统赖清德宣示的国防预算占 GDP 3%以上，相信9月立法院新会期会提国防特别预算，谈讲规模有到7000亿。我们遵从我们政府赖总统的指导，我们会达到3%。那至于说特别预算的内容，我们会依照敌情的威胁和需求，来逐列编列。那所有的情况呢，现在还在作业当中。对这边军购的项目，陆海空三军拢有提诉求，谈讲陆军想要买 M109A7主造炮，国建想买海马士多管火箭，增加买 Altius 600MV 无人机。海军是想要买拖式2B 标准飞弹，可能也买中共已研发的快技无人艇。也那空军本来想要买一度的有经机，美国不爱买，所以即马转买爱国家3型飞弹，甲 NASAMS 航空飞弹系统。前3年是快速筹获。那后面的4年呢，有包含了建构生产能量，以及预留了相关的时间，万一有一些 delay 的情形，所以这个特别条例、特别预算是7年期。我们至少可以多一点预警的时间，多一点的空袭的时间，我们可以去预前知道。那这方面的科技，这方面的飞机，如果美国有，我们就应该积极去争取，因为这比较务实的去针对我们的国防有实质上的帮助。王定武讲，这边要的国防特别预算，重点是伫咧和台湾有提供防空的能力。林百祥讲，除了采买武器装备，也应该评估战略物资的需求。后续是否会跟随美军采购 M109A7 自走炮？毕竟它是采用新式的底盘，具有更好的越野能力，同时它的这个炮兵的射击指挥系统也高度的自动化，就是可以进行更快速的连续自动射击。或者讲，国防部编列特别预算，反映国军的战略整备方向是无对称战略，主要采买精准武器，和台湾在1-2年内面就当快速形成战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